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宜兰的罗东有一间石器咖啡，这是宜兰的家扶中心为着弱势甲迷途的囡仔打造的梦想的基地。希望因会当有一部厝学一个功夫，为进入到职业场所来做准备。而这个咖啡坊的背后有真侪温暖的故事。这栋的透天厝是这个志工杨文峰翁仔某买落来的，提供予家扶中心来使用。这个装潢的费用是羽球界的爱心的赞助。另外有一间咖啡店的头家林凯伟翁仔某，甲因的招牌的松饼，也就是碰饼的配方，传承予家扶中心，予囡仔有家己的特色甜点。这间结合着众人的爱心的咖啡厅，安怎来扶持一群少年家伫困境当中来成长呢？做伙来看因的故事。那个房子好像要卖呢，有写个租呢。买了这个房子，有很多人来跟我们谈，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给家扶？欢迎光临石器咖啡。我现在传承给你们，我分享经验给你，但是你们也可以继续这样，那我觉得社会才会有个正循环。我觉得这边不错，我们真的为你们买下来了，你们一定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这个表现让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这个松饼交给他。谢谢。我常说，赚不赚钱不重要，把这孩子顾好，让他们至少有个地方去。我喜欢喝咖啡，但我不会煮咖啡。来这边从无到有学起来的。高中毕业，因为经济因素无继续读册阿雄，是宜兰家扶中心培育计划的学员。有关咖啡知识和调理技巧，拢是自这间伫罗东体育馆边的石器咖啡厅，一点仔一滴豆豆累积的。对学习，伊有家己的态度和坚持。态度很重要，就是来学习的，所以就不要浪费每一分每一秒。要求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对，然后还有不要迟到，不一定会准时，要先来店里才是重点。他出勤太稳定了，我现在在学习他的出勤，每天都准时到。小强和阿雄拢是家扶培育计划的学员，因珍惜所有的资源，因为自器具、食材、教学到场地，拢真无简单才得到。我9岁父亲就逝世了，就剩妈妈抚养3个小孩。当时应该是民国56年，宜兰家扶中心呢，他有赞助我们。当我出社会有一点能力了以后，我太太就开始我就跟她分享这些他就主动到那个家扶中心去做长期的那个志工这样子。宜兰县羽毛球委员会主委杨文峰，每一个拜六礼拜拢会到罗东体育馆拍球。厉害，谢谢。那个房子好像要卖呢，有写个租呢，售。这里来开店面不错哦。石器咖啡他们不是要找地方吗？我还要去问问看，看适不适合，也许跟我们有缘分也不一定。石器咖啡的房车是以专工买来，免钱提供予家扶中心使用。打球的时候看到这边有房子要卖，我说这个离家扶中心又近，而且这边打球又可以让一些小孩子啊或者家长啊来这里做交易啊，因为旁边有羽球馆嘛，开咖啡的店应该会不错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还没买，你知道吗？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要先看是不是合用，不然我买下来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机缘呐。我认为说，对我来讲，这个是我能做到的，我就尽量。有时候你想做，但是没有那个机缘，也是做不到。厝买啊，解决距离一项难题，不过装修嘛需要一条钱，从钱变做另外一个挑战。想说，这边有一个球馆，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球馆呢，做一个爱心，办一个活动？打电话给那个我们羽球的天王叫周天成，当时人在国外，
他就跟我答应说，我会全力支持，按你用过的有签名的球衣啊或球具啊，你来赞助我办一个义卖活动，他马上答应，所以我当时就发动了一个叫我们竹尾杯报名会来赞助这边当那个装修的。好开心看到你们哦！有位置都可以先坐。哦，现在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一出来，我们都会抬头看一下，然后门面看一下，然后今天有是谁呀？杨文宏阿阿母买罗东巷仔内的透天厝来做机能训练的秘密基地。拍球的朋友知影才有一间用爱起做的咖啡厅，卖找朋友做回来替石器咖啡厅拼业绩。我要一杯美式咖啡外带。因想要互读册读一半的学生，或者是即摆要找无人生方向，甚至是想要学一个专长的家父囡仔，是一个鼓励和加油。杨主委他就是很热心，对于推动宜兰的羽球运动，然后也对那个家福中心很帮忙，就对了。打羽球完，然后就是要来，就是买一下咖啡，就是帮他们打气，我们自己喝的也开心。你好，你的热美式好了。好，谢谢，谢谢。有场所嘛有固定来捧场的人客，有关餐饮知识的充实，咖啡老师嘛是关键人物，马上熟悉其中的代志。我们今天就一样，先来练习叶子的拉花 ，OK 吗？好了，我们先卸水。我说大家都在 push 着你们，大家都在帮助你们，对吗？就像房东先生他们一样。那我说，那今天你希望大家怎么定义你？儿子要写一点，放轻松，暂停，放轻松，来，低一点点，手放松哦。好，来，我们停住，换个方向，我觉得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开始甩，我们慢慢后退，慢慢后退，后退，来拉高，慢慢拉高。好，下次再晃的时候，我们就晃在，我们再拉间隔再拉开一点点。OK， 其实也严厉不下去，会凶的当下只是可能会生气，说为什么你明明会，但是你做不到。最严厉的话哦，最严厉的，很害怕的眼神看着他。没有，他没有吧？我在外面教就是这样子。我说，因为你们是来学习，那今天无论我没有把你们当做不同，那我觉得你希望人家怎么看待你，那其实你要先怎么看待自己。我希望我在这边从高咖啡老师身上学到的知识，能帮到我以后去外面的咖啡厅工作。谢谢他很有耐心的把我们从无到有一直带上来。在这过程中，虽然我们可能都没有做好之类的，可是开口是很耐心的，一点一滴在教我们。壁顶的作品《小水和用词》，那天现因创作当时的心境，嘛会使看出因对未来的规划。他画了一艘船，在一片海洋当中。他说他希望可以航向自己想要的目标。我们也希望可以陪着他，然后找到他自己要的方向。船是小请的创作，就像所有培力学员同款，因拢打拼过生活，面对困难和真侪挑战的人生，经过考验，渐渐让家己变做更较好的人。其实社工角色在店里，有时候我们说校长兼撞钟啊，就是从包括孩子在练拉花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学，我们也要让孩子觉得不能输给我们。对，有些时候有一点竞争，但是那个竞争其实是我们希望鼓励孩子是，我也能够做到。我们的成就感的来源其实也是在于孩子的一些进展，然后他好像真的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方向跟目标。我们在跟孩子学习，然后一起陪着孩子成长。陪伴是稳定心灵的力量。为了计划当中点点守护囡仔，更有家扶中心另外一位老师。我有一半就是陪伴的角色啊，一半就是跟着他们学习啊。他们能够稳定，你看他们其实都住很远，他们能够愿意从那么远的地方这样过来，然后每天就是能够正常的出席。这个就是我看到最开心的事。咖啡厅的资源来自四面八方，
师傅家碰饼，嘛有一份无藏书、充满爱的故事伫其中。宜兰很在地、很知名的一间咖啡店。那虎式松饼是他们很受欢迎的一个产品，但是因为太香了，对，盖掉了他的店里面咖啡的味道，然后他们就会决定说不贩售的时候，他们又觉得可惜，然后他们就说，哎，那是不是传给石岐咖啡？这是我们的招牌食物松饼。松饼是这家店的招牌甜点，这是由宜兰知名的咖啡厅免费提供的配方，希望能够为家福中心开设的咖啡店带来人气，增加买气。我们把松饼的名称就定义成石虎松饼。伊是宜兰好咖啡的头家林凯伟。这些基金会他们就是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孩子，而且用各种方法，甚至帮他们开了一间咖啡馆，让他们在那边能够跟社会有更好的衔接、更好的接触。这样约了时间，带了那一群孩子们来到店里。松饼一直是我们家的招牌。他们吃了松饼的反应好像有一点躁动的时候，我就忽然下意识就反应，就问他说：“那你们想学吗？”就好几个人就举手说：“真的吗？真的可以吗？我想学，我想学。”这样。那最后我们想到一个不如我们把我们的松饼就交棒给他们。因将大家家碰饼的配方交给家福，继续延续善心，好爱变作暖流。有时候赚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人与人之间这个情感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就是那个感觉跟那个机缘，对。石岐咖啡做一个做人的善念，开始家福陪你计划的大门。很欣慰啊，尤其是有时候听主任啊他们讲说一个小孩子的成长，那我们就觉得说，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坐在这里好像在家里一样，跟他们点一杯咖啡啦，跟在这里享受，觉得好像看到自己家里的小孩子一样，很高兴。千言万语拢无法度表示上深的感谢，敢会使尽力做到上好。杨作伟堂跟我说，以这不是希望我们感谢他，他是觉得他只是现在刚好有能力了，他可以回馈一点点给中心。那有时候会不知道是怎么去表达我们中心对他的付出的感谢啦。但我想继续把这间咖啡店持续的做下去。然后我常说，赚不赚钱不重要，把这孩子顾好，让他们至少有个地方去。因感谢一切成就石岐咖啡造成的美好时光，还有伫过程当中所有打拼过的人。我们稳定性都有时候不太够，还有每天都要担心我们状况怎么样之类的，而且他每个月都来访视我们，看我们家里怎样，然后给我们很多帮忙。有练哦。一杯咖啡代表一个希望。中错嘛，英文叫 drop up， 对，那是掉落的意思。那我们就是说，让我们叫 pick up 拾起，然后希望帮他们再捡起来的概念，然后希望可以帮助他们陪他们走过这一段。结合众人的力量，为真心想要学习专长的家父囡仔，指引一条正向的人生路。我们可能书都念不多，但是用自己的方式，我觉得生命是会有出路的。那只看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要用人不能缺少的热情跟学习。让他们去考丙级考过吧，我觉得比我自己考试考过还开心。我觉得可以再去影响可能在新一批的学员，我觉得那个热情是会被感染的。樱花盛开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它活得很精彩。我希望它5个人生也能像它一样，就是人生长短不重要，但是要活得精彩。我现在有一点处于那种迷茫的阶段，不知道要干嘛，因为现在稳定在这里，然后再找新的目标，然后再看怎么去前进。这个是虎咖啡的老板，然后跟老板娘，然后这2个是社工，湾痴老师跟雅蕾老师。这是我。那阿翔在哪里？这红色衣服的，珍惜当下一切的美好。伫石岐咖啡厅，因为有鼓励、有爱包容，真是记录有笑有目屎的少年成长日记。